中美洲国家古巴最近因为油无够电线设备上过旧，一直发生全国的大停电。伫咧当地时间测试，重要的火力发电厂古特拉电厂故障，造成古巴2个月来第3届的大停电。这一月测试透早天也未光的古巴首都哈瓦那，为路顶到交通负载全部拢无到，汽机车车头顶加做唯一的公园。 Cuando me levanté a las 8, me enteré de que no había corriente, que la corriente se había ido a las 2 de la mañana, que había reventado de nuevo la termoeléctrica Guidera. 事实上，10月中的奥斯卡大风台就予古特拉火力发电厂停落来，予古巴全国停电真一天。11月初的拉菲尔大风台也严重破坏输电网络，即摆无风台来，发电厂因为年久失修，佫无燃料，予古巴伫无到2个月之内3摆大停电。 Me afecta el trabajo. Me siento bastante mal, le afecta el trabajo, pero bueno, hay que arreglarnos con esto. Hay que arreglarnos, sabemos que hay problemas, hay que arreglarnos con lo que hay. Pero me siento mal. 受影响的伟大企业到小店头，农政府连学校拢无法度运作，并政府宣布无限期停班停课，身为学校职员的玛利亚都安尼无法度上班，踮伫厝也无法度做任何代志。古巴的发电来源是火力发电为主，占总发电量的90%以上。古特拉发电厂伫1989年完工启用，到即马已经有35年以上。 为发电机组到输电网络拢是真牢固。伫美国长期的经济制裁之下，若无法度摕到国外零组件维修发电厂甲输电网络，买发电用的燃油也困难重重。停电就成做古巴民众日常生活一部分。古巴政府目前的对策是将电力来源多元化，发电太阳能发电。企业31个太阳能发电站，按照每年才有法度加入发电。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